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6月初1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防部证实5月29有2架中国军方的船进入金门限制海域。另外，美国表示亚太地区也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重点。台中捷运伤人事故即阵发现，网络阁有人用这件事故咧诈骗存款。台中警方即阵已经开始调查。美国波音公司研发的星蓝太空船，初二半暝会为美国的佛罗里达发射，头摆这件有载人的太空飞行任务。中国最近海警船一直侵扰咱的金门水域，咱的国防部今仔日证实5月29有2架中国军方的船进入金门的限制海域，咱是需由海巡队来处理。另外，今仔日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亚太地区也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重点。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咱国境限制水域再出现不速之客，海巡署公布影片，5月29早起9点外，发现有2架中国陆军的补给船经过金门特山南方限制水域，海巡人员赶紧去驱离，暂停大约是40分钟。通报金门海巡队前往应处，并通令战备部队加强戒备。警方部讲，防区运用联合的情报监测的方式来处理。专家分析，迄天金门海象无好，共军可能想要朝军路回港，不过也无排除趁这机会时间压力，后续也是要提高警觉。从海巡署的影片可以看得出，接近这2艘补给艇操作极限，所以可能是基于天气的关系，从我们禁限制水域切西瓜回港，那间接的就是可能也不排除趁机施压的这种态度。中国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国防部公布，到7日早时6点的24小时内，总共查到共机9架次、共南6架次，加海警船4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8架次共机切外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相距离越南皮大约只有46海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加中国国防部长当军第3会晤，双方讲到台海议题。奥斯汀是搁再讲到支持台海维持现状。We had a frank discussion, and that's important. And there's no substitute for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 And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奥斯汀也讲，亚太地区永远是华府的优先重点，就亚洲安全，美国照法度变烦恼。美国甲中国会伫未来几个月内恢复两军的通话。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小丽说，8年无受世界卫生大会 （WHA） 邀请参加。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是率领世卫行动团到 WHA 办的城市日内瓦，向国际来发声。今仔日总统赖清德是接见世卫行动团，向因说多谢。邱部长泰源，一个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初一早起亲身接见世卫行动团，表达感谢。连续8年，台湾国强拒绝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不过，卫福部长邱泰源带领的台湾世卫行动团，伫瑞士日内瓦，也是甲几个国家进行会谈，继续为台湾来发声。我要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站在第一线，争取台湾及全球的健康人权。虽然很遗憾，今年的 WHA 受限于政治因素，依然没有将台湾作为观察员的议案列入议程，但我们看到世卫行动团多年来的努力已经展现成果。虽然贝里斯甲谢文心等这2个友邦伫 WHA 大会的闭门会议，有讲到希望互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不过将基本并无互排入去议程内底。因为台湾伫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嘛展现外交的成果，伫大会台顶公开发言支持台湾参与大会的国家，比去年23个还佫较侪。今年在 WHA 中11个友邦。所有的友邦均为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来提案，共有26个国家直接发言来支持台湾。赖清德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打造健康的台湾，未来会甲世界各国持续深化东方的关系，希望建立更较有韧性的全球公卫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前期昨晚台中捷运伤人事故当中，受伤的人上尾一个出院的是17岁细李的高中生，伊伫今仔日出院咯。但是即阵网络上有人用这件事故来诈骗存款，即阵台中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空水真长，天了后恢复良好。经过11天休养，中捷太人的事件，让台着伤的17岁4路的高中生找伊出院。伊老爸除了感谢各界关心，更加关心中捷的安全。卢爸爸设计盾牌甲安全棍啊，体重会使配滴滴的捷运车厢，无妨踩踏。佮再提出建议，由退休的军警者专业人士来成立爱心爸爸，随车来救护每一个囡仔。那我们来做一个爱心爸爸，那每个捷运都有一个爱心爸爸。那他至少是警察退休，或者是军人退休，或者是有受过训练的，让他保护我们的孩子。台中捷运公司讲，事发了后已经调派保全全时段随车来巡逻，感谢伤者家属热心的建议，又再评估。不过，相对这个安全，更加让中捷伤脑筋的是，佫出现网络诈骗案件。面册北寮公社公开版出现一篇文章，讲家己甲妈妈5月2日夜访台着伤，老母重伤医院也伫出费，希望网友集气祝福，还佫捐款。另外，还附着2张相片。台中警方发现了后，赶紧来澄清，讲这是诈骗，避免民众互骗去。经警方与救护单位确认，当天送医共计3名男性含嫌犯，并无文中所指的女性被害人。提醒民众切勿轻信上当。那警方已经请社团管理员将该则文章删除。台中市第6分局强调，迄天3名伤者拢是男性，已经要求管理员将诈骗的文章删除，并且展开这调查。发文的人恐惊已经触犯社会特殊危害法甲刑法，上大会用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拘也是并拘5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一间印刷厂早市的时阵起火烧，因是堑沟边仔的国道1号，有侪民众赶紧通报，加载点外钟了后，火势就受控制，无人受伤也是死亡。也那环保局即阵也当咧确认当地空气污染的状况。真高乌烟伫厂体顶，这栋铁皮工厂陷入火海，内底小火车风烧甲只剩鸡啊！消防队员由水线一直灌救，包括技术导火点的印刷厂，至少有6间厂房受灾。业者接到通报，赶来关心，初步估计损失900万。要交货啊！一寡物件都无再交货，有人客该甲人客借所在看，我都伫人客遐做。做印刷工厂有甲苯，还有乙炔气瓶，相关器具都被我们抢救出来了，现场没有人员受伤受困。火车工厂内放有机溶剂，甲苯1500公升，也佫有散射1月桶。消防队员先用水雾降温，佮出动消防机器人提灵，好在在大火无炭烧，火势1点外钟了后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也毋过工厂挖进国道1号，引起不少用路人的关心。环保局也到场监测，提醒永康新市安定甲生活市区的民众注意空气品质。不吵，那嘛是够皮的啊，就是烧塑胶的味道嘛。现场已经有采样并做相关的监测，那也立即在脸书跟社区媒体发布相关的讯息，提醒民众尽量门窗紧闭不要外出。这场大火产生明显的粒状污染物，环保局已经采样检测，那含有害空气的污染物，会以空污法开单告发255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要咧相战，因5月咧进行这4个月以来头一摆交换战俘，双边计共有150个人登去家己的国家接受治疗甲复健。另外，因也交换200个因为战争死亡的军人遗体。下过边界，倒来到家己的国家，搭车落车的乌克兰士兵看到亲人来甲接，心内是真感动。同款的场景嘛出现伫国界另外一边的罗西亚，才会着急要登去处理的罗西亚士兵，先敲电话登去报平安。当地时间今年1月24日，一架载乌克兰政府罗西亚军方的运输机，伫边界附近去乌克兰拍落来。了后，双方虽然照原定的时间2月初交换200个政府，不过了后就无类似的交换。这一届是要4个月以来头一届交换政府。另外，罗西亚甲乌克兰2国着一了甲阵亡士兵的遗体交还予对方。现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还未收煞。乌克兰讲，伫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峡，以无人快艇摧毁甲迫害几啊架罗西亚军方的船啊。罗西亚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贝洛索夫伫军事会谈当中讲到过去1礼拜战事的成果。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наших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важ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отивник отступил на 8-9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месяце освобождены 28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针对双方伫哈尼科夫战争的情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出席北欧国家峰会场合，甲战局不利的原因，杀予欧美提供武器的速度上慢。From the moment of acceptance of the supplement to the moment when you can use it, half a year can pass, or even mor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is the main enemy of ours. The slow supplies. 另外，针对乌克兰甲袂当用欧美的武器攻击罗西亚境内的目标，北约组织内部意见也是无共款。美国目前的态度是倾向有限度稳准，大部分欧陆国家是认为值得鼓励。不过，意大利甲匈牙利等等的国家也是坚持反对，认为无应该互冲突也关做北约甲罗西亚直接对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发的车蓝太空船，伫台湾时间初二半暝，会为美国佛罗里达发射头摆试验有载人的太空飞行，而且所来会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We are ready to go fly this mission, and we're excited that we are on the doorstep of this historic mission. 星蓝太空船对2019年就展开研发的工作，由老牌航太大厂波音公司来负责。基本上会使载4个太空人，上最侪落7个人。不过对一开始进度就输予尾仔才来的 SpaceX， 也有该公司所研发的飞龙号系列太空船。SpaceX 对载回到载人已经为国际太空站进行过90摆运补任务，绩效也超越俄罗斯的联合号，和波音是真无面子。尤其是2019年头一摆无人的试飞了后，又拄到新冠病毒疫情，进度是一直拖，所来测试也侪摆出状况。也不过 NASA 团队是认为讲，有机会多多来了解星蓝号太空船加整个系统，未必然毋是一件好事。We're going to keep learning from this test fligh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us increasing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new spacecraft and overall system. And the more we know about our spacecraft, the safer and more successful we are with our missions. 麦克芬克会伫明年甲另外3个太空人坐星蓝号执行头一摆国际太空站运补任务。若一切顺利，因有家伫太空站停留6个月，了星蓝号的任务会每年执行一摆。当然，加一个 SpaceX 飞龙2号每年3抓到5抓运补的任务比起来，也是差一截。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台中一个高职学生疑似和全班的同学集体孤立霸凌，落尾一个高职学生选择休学，而且行地路。伊有一个小妹读同一间学校，也疑似受网络霸凌，选择休学。即阵家长是批评学校是想办通报状况。规矩手骨自我伤害拢是伤痕。台中市一名女高职生，亲像因为其在班上女同学的表白，遭到同学集体孤立，承受真大的身心压力，向辅导室靠惨，甚至选择休学。不过最后由原伫今年1月选择自杀，并来接到家长的定情，批评学校无事前发觉有防事后也延迟通报。准则里面就有说到说，只要有发现疑似霸凌，那就应该要跟上级来通报。所以显然学校在这一方面，在通报的过程里面完全轻忽，而且甚至于要求家长要主动来提出申请才要启动。王志珍表示，如果这项过身了后，家长通知学校，学校虽然有校安通报，因过等到家长2月2日提出霸凌申请，学校一直到2月26日才调回调查小组，搁伫3月初7启动调查，原定5月初7应该有结果。学校所发文要延1个月。女学生讲一个学校妹妹也发生网络霸凌来休学。如果未来有类似相关案件的调查跟处理，在决定是否受理的这个期限应该要缩短。另外，也尽力在1个月内要产生调查的一个报告，来尽速厘清相关的事实跟真相。他不想上课，他到辅导室去睡觉，然后呢，导师也有传讯息问他说这是不是霸凌？导师以他的讯息为主，就没有作为，辅导室也没有作为，错失了帮助这个孩子把他的人际关系厘清的机会。原本教育基金会也认为，学校失去阻止悲剧发生的时机，这应该是学生相处之间的问题。佮呼吁鼓励女高职生的同学，目前应该也承受真大压力，学校应该继续关心。记者综合报道。5日在进前天气拢较湿，网虫是真多。古早人为了防网虫，就会烧香，甲网虫赶走。这款野草的文化，互即马咱有5日在挂香的需求。即马有团体主心咧推广台湾野草文化，要上课互囡仔知影，万野草文化通代代流传。
一场大家就可以依序是小白花，就是果草，然后再来月桃，再来艾枣，再来芙蓉。甲拍打的草掠细地食看卖，囡仔感觉真新奇，也有囡仔面结规球。这是上互囡仔听的野草文化课程。五日节就要到，传统民俗会伫门口挂香，也会用竹叶啊、龟头叶啊包肉粽。其实咱的文化参野草真有关系。网虫嘛足侪，所以古早人因就会用迄个想办法，互家己莫有破病。较早人拢会用迄个边仔的草药啊、草啊，来做药啊，来用安尼，啊无就是摕去烧的啊就感觉讲，安尼厝内敢若较清气，啊较无网虫安尼较袂破病啦。这个野草课程就办伫台北市艋舺的市场古迹新富店文化市场。这栋古迹就点伫卖这实在的传统市场内底。主办单位当年五日节就会办这款在地文化的课程，希望唔但传播民俗知识，也甲在地市场结合。最重要的是，从节气里面去认识饮食文化，以及我们也透过这个文化，这个活动去跟市场摊商、跟在地的店家去做这样子的合作，然后一起把这样子的节庆文化带给小朋友。注心研究台湾野草文化的树立中，当咧透过推广古早人使用野草的知识，互大众知影。希望咱通伫这寡知识当中徛好在，也发展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野草文化。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蒋日孔总统罗清德就职演说了后，中国是随开始环台军演，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公司台以来青春的帮暗时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去金门第一线，看台湾甲中国情势紧张的气氛之下，金门在地少年人安怎看金门的未来？这个仔细看，这边本来是门的位置，那它现在变成一个窗户。伫台顶甲闽南式建筑的是文权甲智能，因是伫金门创意市集熟悉的，两个人拢对金门闽南文化真有热情，加上对教育有共同的理念，因伫2019年决定做伙创业，用文创教育来推广金门的文化。今仔日受到金湖国小的邀请，来了解金门的古厝，互学生了解。即摆上课主题是闽南式的传统建筑，这是金门很传统的文化。我们想要这文化，互小朋友知影。不过，平静离岛的生活，却因为中国最近三部渔船并船的事件起风影。亲像金门在地音乐人柯玉婷，用过捌伫厦门大学教册，对金门甲厦门之间的交流已经真惯习啊。加做金门的少年人，伊知影两岸关系无确定性甲压力，不过伊相信，敢若有和平，才会当互金门甲外界建立更较好的沟通甲互动。今摆两岸这局势。其实阮都是惊会有战争，虽然讲阮感觉讲袂啦，因为对以前到即摆嘛无战争嘛，定定讲要拍嘛是无拍，就是惊这万一，是雄雄的这擦枪走火。这个并船的事件引起两岸之间真大的风波，这对为台湾回乡伫金城镇开咖啡厅的袁正家来讲，伊算是老神在在。毋知大家咧紧张啥好，真正的啦。做侪人咧讲金门最危险的，要安怎？恁敢会惊？我就想讲，这感觉外国人咧看台湾共款，外国人看台湾嘛感觉哇，台湾最危险要拍起啊！毋过伫台湾生活的时阵嘛无迄感觉，对金门人来讲嘛是安尼啦。虽然两岸情势无确定，不过金门的少年人要是保持对故乡的热情甲希望，因一直打拼伫传统甲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而且期待伫塑料内地政治的竞争当中，找到适合金门的定位，嘛找到会当安居乐业稳定的空间。记者吴德庆、连新维金门报道。补给爱接讲，才通带团。台南市教育局办多元语言体验活动，邀请各补给团体来摆摊，互大人囡仔哪算哪学无共族群的语言文化。囡仔摕规定做的唱上课准，弹到倒一个词，爱用台语大声念出来。另外，这档嘛传家诗，企图互囡仔对罗马语先学起，再佮教因念家己的名字。为着要甲母语亚证传出去，台南市教育局办多元语文体验活动，设备但互动关卡，毋若学台语、客语甲原住民的文化，嘛拢通接触到。学到客语、原住民语甲台语，就个台语我也名的台语，用游戏的方式，然后让他去学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用处比较少一点的
稀奇的台语。咱的大的名叫做过关的名是人名台语声，咱叫出来台语名吼，会使用罗马字的白话字安尼家写出来，这最百几年都有的。教育局指出，走完活动通增加大家对文化理解甲尊重，伊嘛提供舞台，予各族群的学生上台表演的机会。另外，儿童科学馆内底是以台湾教育史做主题点，呈现各时代课本等物品，嘛代表着不同时代教育方向参社会发展的关系。这阵走向多元基建的发展，因毋望未来结合科技，予后一代有更加好的未来。以前的课本是学的，即摆比较彩色的，用的部分比较较侪物件。会当发展咱这个上新的科技，互上新的科技来带领咱台湾的教育未来，互囡仔了解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时期的教育，嘛有未来新兴的教育，拢伫咱这个展览内底会看得到。这个展览到9月初1，教育局表示，伫关外广场每礼拜假日拢会办不同主题的走关游戏、参音乐会，希望乡亲会当渐渐甲族群基建文化对生活中扣倒转来。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受风变甲嘅压气流影响，明仔载天气较无稳定，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29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的日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